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就中間位置進城區嘅，響入邊呢就九尾狐啦，咁啊大約第3位仲有藍眼罩嘅永勝金區啊，出邊呢就極速之子粉紅衫呢，俾人頂咗喺3踏啊，大約跟住個第5位啊，內欄位置樂天派63紫色眼罩有巴基之友，出邊黃衫藍眼罩呢就係電子達人啊，後邊嗰陣啦滿載歸來神殺金剛啊，尾3內欄呢就聰明導彈啦，尾二淺藍衫領航傳奇啊，暫時墊後係揚威四方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002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就係隻進城區嘅極速之子呢，就第2位啊，外邊第3位有電子達人，內欄第4九尾狐啊，藍眼罩第5位有呢隻永勝金區啊，綠色衫第6位呢，就係呢隻巴基之友嚟㗎，再內欄位置橙衫樂天派啦，咁啊中間尾5度啦，紫色眼罩滿載歸來啊，出邊尾4神殺金剛，後邊3隻聰明導彈黃衫嘅，尾二黑衫係揚威四方啊，淺藍衫咁啊暫時包尾嗰隻呢，就領航傳奇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咯，進城區仲有少少嘅優勢嘅，極速之子啊第2位，位置變動上面就喐動未係好大嘅，埋邊九尾狐啦，出邊電子達人啦，嚟啦外邊啊巴基之友滿載歸來，攞出去外邊橙衫樂天派，最出領航傳奇同埋呢隻神殺金剛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進城區之嚟一個身位啊，見到第一隻上嚟挑戰，外邊有滿載歸來啊，咁再見到中間呢，有永勝金區啦，入邊九尾狐上咗少少啦，再喺出邊有神殺金剛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進城區仲有一個馬位優勢啊，埋邊九尾狐喺度片嚟片去，中間永勝金區響呢個第2位，最出嗰邊有2隻滿載歸來同埋神殺金剛啊，接近終點啦，進城區除咗個頭罩放頭咪得咯，跑第2名係永勝金區啊。
咧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黃金風速咧就搶住出嚟啊，咁啊見到黃衫咧就進城區走咗上去啦。第3位嘅馬，咁啊埋邊有落足料啦，出邊藍眼罩咧紅帽一隻就永勝金區啊。第5位大燈殿啊，第6位內欄綠色衫香港精神啊，咁啊後邊3匹馬啦，神虎金剛啦，尾二啊神殺金剛啦，暫時殿後嘅馬匹咧係嗰隻揚威四方嚟㗎。啱啱第一次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咧就係嗰隻進城區嚟㗎，黃金風速就喺佢外邊啊，埋邊落足料啊第3啦，永勝金區藍眼罩第4啦，紅眼罩第5位埋邊啊香港精神啊，第6位大燈殿啊，咁啊後邊嗰3匹馬啦，神虎金剛、神殺金剛喺尾二啊，黑衫暫時殿後，響內欄嗰隻咧就揚威四方嚟㗎。好啦，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啦，次序上面大家都定晒㗎啦，放咗出嚟嘅馬咧就係嗰隻進城區嚟㗎。第2位啦，咁啊響佢外邊呢有黃金風速啦，第3位埋邊啊落足料啊，第4位永勝金區，第5位香港精神，第6位大燈殿啊，後邊3隻神虎金剛、揚威四方啊，暫時拖咗喺後邊喎，嗰隻咧就神殺金剛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啦，進城區咁啊拋離咗大約個半身位到啦，跟住喺第2位黃金風速咧都埋到嚟內欄跟住佢啦，再落後個零身位第3位有落足料啦，出邊永勝金區咧有冇馬走咧？香港精神啊仲係第5啊，出邊第6位係大燈殿啦，神虎金剛響尾3啊，尾二位置係揚威四方啊，神殺金剛仍然處於一個包尾嘅位置啊。好啦，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呢就係呢隻進城區拋離咗個半馬位嘅黃金風速啊，逐漸逼近㗎啦，外邊開始上嚟㗎嘛，有永勝金區埋邊落足料啊，出邊呢咁啊神虎金剛啊，後邊嗰4隻啦，尾4中檔大燈殿啊，尾3紅眼罩香港精神啊，尾二神殺金剛包咗落尾㗎嘛，黑衫係揚威四方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進城區仲係佔先咗就有1個身位嘅，見到成紮馬追㗎啦，中檔位置大燈殿穩位上啊，中間有黃金風速啊，出邊永勝金區，最出係神殺金剛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咁啊埋邊位置進城區，中間大燈殿，出邊神殺金剛喳喳聲上緊嚟，最後50米埋邊進城區仲係佔先，出邊神殺金剛追緊佢2匹馬相當接近第1名。
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豐盛多彩喎，中間黃衫進城區呢都走上去㗎啦，外邊啊上市魅力啦，最出係皮具大師啊，內欄位置嗰邊仲有隻不假外求啦，淺藍衫中檔嘅灰馬呢有銀黃輕標啊，後多浸嘅馬啦，咁啊黃衫黃帽有面箍隻呢就金得意啦，內欄橙色眼罩呢仲有傳承者啊，後邊嗰4匹馬喜悅一生、獵景追飛就內欄尾3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星雲浩騰同埋紅帽嗰隻呢就同寶寶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-2米段處咯，前面放頭嘅馬呢就係呢隻進城區啊，跟住第2位就上市魅力啦，第3位嘅馬埋邊呢就係呢隻豐盛多彩啊，第4位銀黃輕標內欄第5不假外求啊，第6位俾人頂咗3揼喎，出邊呢紫色衫第6嗰隻就皮具大師啊，中間頂佢嗰隻馬呢就金得意啊，後邊5匹馬分別有傳承者向尾5啊，後邊4隻喜悅一生、獵景追飛啊，尾二紅帽外邊呢就同寶寶啦，暫時殿後依然係嗰隻星雲浩騰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咯，前面放頭嘅馬呢都仲係呢隻進城區啊，跟住喺第2位都冇變過啦，係上市魅力啦。後邊嘅第3位皮具大師開始走咗上去喎，內欄第4仲有豐盛多彩，第5位內欄不假外求啊，吞咁啲銀黃輕標啊，響外邊黃衫呢，大約跟住個第7呢仲有金得意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咁啊埋邊紅眼罩灰馬等緊位冇位喎，獵景追飛啊，走入邊咗個星雲浩騰，掟到最出嗰邊啊，有喜悅一生、大愛當同寶寶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進城區仲有半個馬優勢，上市魅力就中檔追緊，出邊上有金得意，中間有皮具大師，最出嚟同寶寶，最後100零米進城區依然有1個馬優勢，外邊有金得意上緊，中間皮具大師接近終點放頭贏啊，進城區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呢，慢咗集年年有福啊！雙贏橙衫都慢集喎，前面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外邊有進城區數入嚟嘅馬耀昌盛世，橙衫紫色眼罩整蠱專家，第4位客家之光啊！內欄第5綠色衫青春力量啊！第6位嘅馬有專登啦，密密送響外邊啦，咁啊慢慢壓咗入嚟㗎啦。內欄位置仲有平海之星啊，黃衫紅紅地色帽嘅，後啲嘅馬啦，綠色巨人啦，咁啊捷足奔馳啦，尾4橙衫係雙贏啊！
後邊3匹馬貓山王啦，內欄尾支就幸運同行啦，暫時殿後係年年有福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嗰隻進城區嚟㗎，跟住喺第2位呢就整蠱專家啦，守住內欄第3青春力量啊，客家之光啊第4位，專登第5位、第6位耀昌盛世，內欄第7呢，仲有呢隻平海之星啊，俾人頂咗出邊喎，捷足奔馳嚟㗎，中間黃衫黑帽仲有密密送啊，後邊5匹馬雙贏啦，尾4綠色巨人啦，後邊3匹年年有福幸運同行啊，褪咗喺後邊係貓山王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呢，都仲係呢隻進城區嘅，跟住第2位係整蠱專家，位置變動上面喐動都唔大嘅，內欄第3嘅青春力量，第4位客家之光，第5位嘅馬有專登啊，平海之星攞出去外邊啊，咁啊再揈到出去外邊噶嘛，仲係耀昌盛世啦，捷足奔馳同埋幸運同行啊，馬林中間穩位有雙贏啊，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佔先噶嘛，仲係進城區嘅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青春力量追緊啦，咁啊埋邊位置有專登啦，中間客家之光出邊追上嚟噶嘛，仲係耀昌盛世同埋密密送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進城區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，見到第2位噶嘛，有青春力量啊，外邊耀昌盛世最出係密密送，接近終點進城區一放到底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青春力量。